高雄凤山伫咧凤山脚有一块1公顷外的国有地，国有财产署租予厂商要起太阳能光电。当地里面认为无事先甲居民协商，也烦恼讲这个物件起落会影响到因的健康。自备即天，民众就求布条啊抗议。凤山脚这块1公顷外的空地，业者已经请怪手种地。这块国有地未来要起太阳能光电，却引起附近徛街民众的不满，里民做定抽布条反对。无赞成啦，伊嘛对讲人身体安怎样，这样我那唔捌啦。就田是系用词，这从日据时代就种田到现在了啦。啊，为什么他现在政府会租给做太阳能，然后再破坏这个环境？那日后造成淹水怎么办？居民不满业者撤树啊，而且若是起光电棒，甲边仔即排徛街，再架一条6米的巷仔，时大拢惊影响健康。里长认为，国产署甲业者拢无尊重地方，希望市府会当撤销这个案。我有请他说，那里民有很多疑虑，那希望他来开说明会。那他也很强制说他就是合法，所以他没有来开说明会的必要。那边都没有所谓基建的规定，所以我们就在110年的3月24号就核准这个新办的事业计划。那也提醒厂商说，应该要做好敦亲睦邻的工作。面对民众反对，国产署强调尊重地方甲市府的意见，若是认定无适合开发，因嘛会收回土地。里长甲里民是希望空地会当做地方地公园，也是停车场，才是解决地方的问题。记者邓亚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